后来继续来讲，这个儿童喙암最近是一片难求，家长有走真侪间药房，买无就是买无。指挥中心紧急来调整买喙암的措施，今仔日开始开放着网络，会当来注文4岁到8岁的儿童喙암，4月23恢复到原来的，摕16岁以下的健保卡，才会当买儿童喙암。早起一透早，药房也是出现着排队的人潮，拢是要来帮囡仔买喙암。嗨，你看我有，你敢有？他的小口罩好买吗？这个 OK 啊，还可以。大人唔免这新鲜，因为4岁到8岁的囡仔喙암伫网络注文，为今仔日开始，抑过透早药局的门口，赶快有真侪人伫排练。不好买，买不到，都没有。小二可以预购哎。对，我是想说刚好路过，看看就排看看好了。能够亲手拿到就比较安心啊。对对，有大小吗？就一种，只有一种尺寸。无论囡仔偌细汉，药局配着喙암的寸笑拢共款，抑过排咧人依然真济。因为这大人想要用家己手机 App 去注文，偏偏已经设定啊，想要替囡仔买，都要用电脑甲读卡机，先替囡仔设定甲手机啊注文，才会使入店。举手告诉我，来，举手告诉。大人只希望讲囡仔拢有法度挂喙암，也若无。有这么小的口罩？啊有。真正拍甲像恐惊，都要学这个妈妈安尼。买的这个，安全帽子。哦，你买安全帽给他戴，比较 OK safe。